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再继续要听啊，继续听。我们现在就是要念诵金刚萨埵的那个端咒嗡班的萨埵吽的过程。到最后书咒是观想，观想变现为现习刹土的一切外起世界，全部收视于内心五部金刚萨埵尊重之中。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每天在做的功课的后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前面所观想的所有的东西，就像我们办一个活动一样，前面我们所有的布置的东西，各种各样准备的所有的东西，最后圆满了，全部要收回去嘛，对不对？就像这样的，我们就是说在坐下来，在这个坐垫上，我们就是观想的时候，当初虚空中呢，就是我们头顶大轮上面呢，就是观想莲花上面叶轮上面吽子变成金刚萨埵，然后金刚萨埵佛父佛母上身像，然后最后呢就是观想金刚萨埵的新建的白字明，然后我们一直在怎么说呢，虔诚的祈祷努力祈祷，然后就是要忏悔，然后同时呢就是在观想在所有的这个白字明的柱轮上面呢，就是流出那个甘露水，然后就是融入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自己体内的所有的不清净的东西全部都是排出去，排出去呢，就是在进入这些以阎罗王为主的一切愿亲斋主的手，还有那个口中，然后他们都离开了以后，就是地也合起来，然后就变成自己的怎么说呢？身体是清净透明的一个宝瓶一样，内外透明清净，然后到最后又变成了金刚萨埵，就是融入自身，然后呢就是在观想自己的心见观想嗡班扎萨埵吽这个6个字的这个柱轮上面呢就发出许多的光，然后光呢就是在上去供养一切诸佛菩萨，欢喜的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成就都获得了自身，然后又照耀一切众生，消除了一切众生的业障，然后变成整个的世界就是显系刹土，金刚萨埵的显系刹土。同时内心所有的众生都变成了5种颜色的，就是不同的就是颜色的金刚萨埵佛父佛母的自信，所以整个的世界就是变成了净土，对不对？对。所以没有娑婆世界嘛，对不对？对。然后所有的众生都变成金刚萨埵，对不对？对。所以没有地狱的众生，也没有恶鬼的众生，那么也没有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的什么众生。所以我们修持这些的时候，就相当我们前面修持皈依境的时候也一样，修持发心的时候，发心修那个观想那个净土的时候也一样。那今天我们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也一样，我们观想6道中的所有的众生呢，就是相当就是变成人一样的状态去观想。那我们也不知道地狱中的所有的众生的心脏是不是全部都是人一样的，那恶鬼也一样，畜生也一样，有众生是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的这个形状跟颜色，对吧？但是我们自己是一个人，所以呢，今天在以我为主的观想一切众生在佛菩萨的净土前，我们在做忏悔业障的时候呢，就是观想成人一样的就可以了，6道一切的众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功课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观想的所有的这个净土跟内心众生也是收回。收回的时候呢，就是外起世界融入了所有的内心的金刚萨埵尊重之中。一个一个的收回然后他们也以此化为光，融入于自身，自己也从边缘逐渐化为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所有的众生都是化为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上，自己是金刚萨埵，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虚空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一个空嘛，对不对？外极世界已经融入了内心众生，所以没有什么外极世界嘛，对不对？那内心所有的众生呢，融入了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虚空当中只剩下自身金刚萨埵本尊一个，和他的新建的柱轮还在。那所以自身从边化为光与新建的 Om 字，那我们新建不是有观想 Om 班字萨埵吽嘛？所以就是融入成为 Om 字上面Om 融入班扎，班扎融入萨，萨融入舵，舵融入于吽字的牙部节所以牙部节是什么？最下面的这个叫下觉，下觉是藏文，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吽字的最下面那个，用中文写的就是牙部节，就反正就是这个从下面有一个勾的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形状，这就是下觉。因为这个中文的字里面呢，就是吽是有四个字组成的那个怎么说呢？字母跟一个音，三个字母跟一个音组成的一个，这样才能够有怎么说呢？发出来的音就是一个吽字。所以呢，就是你们要知道，从下面的这个下觉融入小啊融入于哈融入于头部的日月明点中，到那达之间质地融入次第融入。好，到那达是最后的这个吽字的最上面的那个那个怎么说呢？一个最上面的那个字但是这个课本里面的这个藏文的吽字上面呢，就是没有写那达，因为写吽字的时候有些那达跟没有写那达的都有，那达是最后，这个里面就是有括号里面有一个就是往上有一个点点的这个东西嘛，这个是它最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整个的虚空没有3000大千世界，也没有内心所有的众生，对不对？也没有自己，都已经融入了Om班扎萨埵融入吽也是从下面一个的消失到最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简简的一个东西，这叫那达在已经到那达上面最后那达也如彩虹消于空中般也消失了自本作人着康中